有礼拜的庄严，伫礼拜进前，请将咱的手机来关机。这时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安静心，开始今日敬拜，请奏乐。我的神啊，你着静静，专务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阳光在伫上帝，我的快乐的石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在伫上帝。恁众百姓着时时倚靠伊，伫伊的面前表出恁的心。上帝是咱多闪的所在。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184首，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请起立。上帝疼的遐大，欢喜喜乐我，敬我比你小可的人，我甲伊共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可。会伫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伫到迄日。那所稳定的野情，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我恩敬予因。平安主
在，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深我路会伫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伫到伊日，诚心感动来的遐看，予我深知过时，承受福音心受感化，是命我心情地，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深我靠。会伫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伫到伊日，会行诚信三位的，一生之冠之大，尊贵永更永远无。无路伊命无线，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深我靠会伫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伫到伊日。请大家议员徛伫，最后共读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隐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着全能爸上帝大病，伊要对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58篇，详细的是罗马人书第8章，伫圣诗后面1103页。启应文第58篇，现着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关系这个代志，阮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啊？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故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伫要杀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
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经过一礼拜的平安，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过去的时间，设施有犯的过错，阮诚心悔改认罪，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撤销阮的过犯。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你医治因；有死失的，有软弱的，求你安慰因，甲因三角地地。出外的，保守因脚步的平安。万权能的主上帝，恁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关台，也是及时的帮站避难所。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阮虽然有种种的困境甲挑战，无论是伫国家、工作上、家庭上，拢有伊的困难。有时升起失去的愿望，总是圣经有记载。在愿望中就欢喜，在患难中就吞忍，在祈祷就常常。感谢上帝，无伫互阮过头恶担当的事，因为你呼召阮来甲你同行天路，奉主耶稣的命令，就去招万百姓来做伊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的脚步。求你照着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讲明你的真理，互听甲讲的人白白拢得到利益。阮将今日礼拜时间完全交托，仰望伫你的手，愿一切荣耀归伫你，平安归伫你所欢喜的众人。这时，请咱兄弟同心出声，用主教导咱的主祷文做咱的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对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歹的。因为国、繁荣、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这是来听上帝话，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书第1章14节到20节，和本圣经第47页，台语和日本第39页。马可福音书第1章14节到20节。14节，约翰已经关家，耶稣到加利利传上帝的福音，讲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啊，恁着反悔来信福音。耶稣经过加利利的海墘，看见西门甲伊的兄弟安德烈趴网伫海里，因为是讨鱼人。17节，耶稣甲因讲：恁来缀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因连边离开网来缀伊。19节，入我进前，看见西比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伫船里缀捕网，因连边招伊，因就拜别因老爸西比太，甲请工人伫船里来缀伫伊的后面。以上圣经，愿主赐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赞美，这是要请圣歌队来赞美。赞美的诗歌是福音将声得大胆。我的
正道今日牧师要为咱正道题目是：你减受好调啊！你减受好调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愿你的福音真声，通过阮教会每一个人的性命，传遍至阮的社区，传遍至阮的厝边，传遍至阮身躯边的人。感谢主上帝，为着互阮的性命成做福音，阮得一届来到你的面头前，通过你的话，成做阮性命的有持甲坚固。愿主你的神拍开阮的心门，手术互阮亮光，成做阮性命的帮助。主愿安尼愿你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毋知咱在座，自咱信主久了后，敢捌有人甲你问过一个问题，甚至甲你挑战讲，你敢有受呼召？还是讲你有呼召无？你有呼召吗？我毋知咱中间敢有人安尼互人问过，还是互人挑战过。总是当咱安尼互人问的时，咱心内可能小可感觉奇怪、无爽快，嘛感觉真矛盾。心内可能会想讲：啊，若无呼召，我坐一只创啊，对无？啊，若无呼召，我哪会来教会？总是咱会想看卖啊。啥会较是真正回应上帝、回应耶稣予咱的呼召？逐礼拜固定来到礼拜堂做礼拜，敢有算回应上帝的呼召？啊，不止来做礼拜，我都会当心当教会服侍人员，不管司礼、司琴、司会、插会、音控、音乐控制，还是讲导演，担任者会敢有算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好都会当当值，成做团契会长、小区长、执事长了，安尼敢是愈较符合回应上帝的呼召？安尼敢有算？拢算嘛。总是我要讲的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毋那遐尼简单，毋那遐尼简单。啥讲毋那遐尼简单？一个基督徒受呼召的基督徒。来到礼拜堂做礼拜，逐礼拜拢来。请问，这是付出你真济时间，还是咱基督徒基本爱做的？对，这是基本爱做的嘛，对无？回应上帝呼召。一礼拜中间，你会当负担服侍，真做司会、司琴等等遮个，有啥物了不起的吗？这敢是一节中间领受上帝予咱恩典甲福分？敢毋是，咱比人更较付出较济，敢毋是得到愈较济。甚至牧师一只讲道嘛是相共款。逐礼拜徛一只，在咱有志的进程，我敢毋是爱祈祷，我敢毋是爱读经，我敢毋是爱先研究，我家己嘛爱先得到啊，我才会当来甲咱分享。所以我嘛是先领受上帝的恩典，才来服侍，敢毋是？诚做执事、长老、团契会长、干部遮个，敢毋是安尼？一上帝呼召下面，比人有搁较济的机会来服侍上帝、服侍兄弟姊妹。总是回过头，咱来想遮个代志。咱现在现此时，咱遮个当值的长老干部，因到底会当伫因的位置服侍偌久？因必须爱伫因的职务顶悬付出偌济时间。我要问的是，到底因都会当服侍偌久？这世间一教会内底无永远的服侍项目，没有永远的服侍项目，嘛无永远的服侍人员啦。所以咱伫教会内底，咱看起教会内底欠缺的中间。咱伫即个传承的中间，咱伫受邀请、受交代的中间，咱敢有感受到上帝对咱的呼召？咱转来到咱的圣经，今仔日咱所
领受的是马可福音第1章，上帝国的福音检视伫加色列约翰受了落去一监牢内底，就停止无传。加色列约翰一旷野传一个洗礼悔改的福音，总是伊受了，这个福音散要继续传。咱来看咱的圣经，约翰福音伊是旷野，是约旦河边，伊传什么款的福音？伊传什么话？爱悔改，然后受什么话？受洗礼。悔改受洗礼是为着要互上赦免，互上帝赦免。总是当伊去互希律王掠去了后，这个福音要安怎？散要继续传。咱对今仔日的经文看去讲，耶稣接续加色列约翰，继续这个上帝国的福音，继续这样来传福音。只是咱是看到讲耶稣行伫约翰为伊所备办的道路顶面，所以耶稣无去去到加利利传一个悔改的洗礼，耶稣无去继续传悔改的洗礼，耶稣所传的无共款。咱照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第这个15节，咱的 PPT 麻烦第15节，咱做来读耶稣传的是什么款的福音？咱做来读，请。这个版本是日期满对无？我的版本是时机到啊，时机到啊！上帝的主权特别实现啦，就悔改信福音。加色列约翰一旷野约旦河边所传的，是爱人通过洗礼来得到悔改，得到上帝的赦免。总是耶稣是后面对约翰的后面所传的，是爱人马上随时来接受伊的福音，伊的好消息，就是上帝主权特别实现啦。但当看去头前的加色列约翰，爱人悔改得到上帝的赦免，后面的耶稣接续继续传的是啥物？你悔改了后，你爱将性命的主权交予上帝。总是约翰甲耶稣相共款的，拢是爱人悔改，拢爱人悔改。这个悔改是啥物意思？悔改就是活倒转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就咱学咱亲像咱国语所讲的，回转归向神，回转归向神。悔改就是咧讲这爱活倒转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回到上帝的面头前要创啥？爱对上帝忠实。所以咱读旧约先知书的时阵，常常讲以色列人安那？以色列人不忠，就是咧讲这无对上帝忠心。所以加色列约翰接续耶稣所传的是：你爱悔改，你爱得到上帝的赦免，你爱倒来到上帝面头前，将主权交予谁？交予上帝。咱看起是上帝伊时间的分配下面，上帝呼召无共款的人，伫无共款的时间点，负责无共款的时间。约翰爱人清楚，家己到底是对答来得罪上帝，然后向上帝认罪悔改，得到上帝的赦免。接续耶稣，伊就接接约翰的工课。伊去到加利利爱悔改的人，来恢复对上帝的忠实。对上帝的忠实要安怎做？具体来做，就是将主权交予谁？交予上帝。总是今仔日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伊讲时机到啊，日期满，上帝的主权要安怎？要实现啊，要成就伫世间上，对无？我毋知影，咱敢有时时刻刻来忠实伫上帝面头前。当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咱知影讲耶稣来到世间的任务的时，咱敢有期待，咱敢有盼望上帝的主权实现伫这个世界？咱有期待无？咱敢有期待讲，真正每一个人
逐礼拜来到礼拜堂仰望上帝，将生命主权交予上帝。咱有安尼期待无？总是咱大圣，咱在座大圣受呼召来到教会的人，咱先问咱家己一个问题：那安尼，咱敢有大圣上咱生命主权交予上帝？这是咱必须爱先问的问题。咱大圣受呼召的人，敢互先互上帝主权实现在咱的生命，在咱的身躯顶？咱知影讲，一个人的生命要改变，敢有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嘛需要机会嘛，需要时间跟契机嘛。人的生命改变需要这个，总是咱对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内底，耶稣呼召人来跟对伊，耶稣的福音事工，咱亲像无要互人有伤济的时间去考虑，因为耶稣所传的福音，来，咱读一解，第15节咱读一解，请。这节咱若是要将伊翻译较白话、较清楚的意思，就是讲，耶稣就是咱讲，就是今嘛啦，就是现在啦，就是现此时啦。上帝主权伫要实现啦，请你马上将你的主权交予上帝，请你马上互上帝掌管你的生命，请你马上做安尼的决定。耶稣意思是讲，你即马无改变，你即马无顺服，你即马无稳定，你啥物时阵要来改变，要来更新？耶稣伊知影讲，伊伫世间传福音的时间无济。咱拢知影讲，耶稣伫世间传福音偌久的时间？刚好3天尔，刚好3天尔。伊知影讲，伊传福音的时间无济，所以要赶紧传，真迫切，赶紧传。一方面，伊嘛知影讲人的性命无定着。我即马逐日讲上帝的主权要实现伫你的身躯顶，你无军队，你无接受的时阵，你啥物时阵要改变？你啥物时阵要来接纳？所以咱看去讲，耶稣伊遮尔迫切的传福音，伊第一步做啥物代志？耶稣传福音的第一步，伊毋是马上去会堂医病赶鬼，去会堂讲道。伊拢毋是先做遮，伊第一步做啥物代志？呼召门徒，呼召门徒。因为伊看到惊死的约翰伫旷野，伫约旦河边的活塞，就因为伊叫希律王掠去，敢有人继续承接约翰的工课？敢有人承接？无人承接啊，没有人承接啊。所以耶稣伊赶紧呼召门徒，伊知影讲。这个上帝个福音真重要，因为伊真清楚，有一天伊嘛安那，互人受了、受炼、受难，然后钉伫十字架顶。所以，咱来读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个经文第17节，咱来看耶稣伊安那呼召西门以及这个安德烈，咱做来读，请。亲像讨鱼的，我的版本是写讲来对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掠鱼的来得着鱼。我相信伊这说嘛是用安尼来呼召雅各甲约翰。当咱去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当发现一件代志：福音书的作者马可，伊伫描写、伫记载耶稣呼召这4位门徒的这个中间。并无描写因有啥物款的对话，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对话。咱刚看到单方面的呼召，然后这4位受呼召的门徒，安那马上随时用行动来回应耶稣。是安那福音书的作者马可，伊要用安尼来记载，因为耶稣甲这个受呼召的人讲啥物话？毋是重点，马可要表达的这个重点是上帝的主权实现啦。
上帝耶稣基督的呼召满有权威，但话讲，你来军队我，这人马上降服伫上帝的主权下面来军队耶稣。这是马可这位作者要伫这段所强调的代志。上帝主权要实现，马可嘛通过记载这4位讨海人来军队耶稣，要来介绍这个耶稣所传的这个上帝国，而且是事工。虽然讲经文底底，咱看去讲这4位讨海人，也是讲讨鱼的，因检是离开渔船，离开海，离开因较早所惯习的这个生活环境，离开因厝内底的人，离开因过去的专业。我要讲的是，这个放落，这个离开，会当讲是甲整个社会结构来切断。离开整个的社会结构，以咱知影讲军队主耶稣出去传福音、服侍过程中间，甲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是无共款的，是无共款的。通过这段经文，咱会看去讲耶稣的呼召，带予这4位讨海人有偌大的改变。总是我要讲的是，这4个军队耶稣的讨海人。因的改变是打开始，因安尼的改变是打开始尔。咱可能会感觉真戆硬，会感觉讲牧师你讲毋对。这4位讨海人因放落啥物件？爸母嘛，因的老婆嘛，因的家业嘛，因的船嘛，伊所有要成家这财产，伊拢放落啊嘛。牺牲遐尼济，放落遐尼济。啥牧师你讲这不过是改变的开始？啥你讲这是改变的开始？我牺牲遐尼济啊，啥做做改变的开始？这改变无大吗？咱知影讲12位门徒对耶稣对几冬？3冬嘛。第3冬当耶稣受了受难钉一十字架顶受埋葬了后，这12位门徒走去倒倒？有继续新接耶稣落去传福音吗？走去倒倒？特别这4位讨海人都转去创啊，又回到海上了，都继续掠鱼啊。所以有改变吗？有改变吗？不过是都摕回来尔嘛，不过是都摕回来嘛，都恢复尔嘛。耶稣呼召这4位讨海人。要引带因前往一个新的范围，要引带因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要交代因新的工课，要收束福音新的得着。过去是海内底，只要拍网，就是要掠啥物货？掠鱼嘛。总是耶稣福因新的范围、新的工课是，因爱进入人群内底。恁过去掠鱼，即摆要来得到啥物货？得到人，得到性命，得到灵魂。过去是海上拍网，讲每一届出海拢会当掠到鱼。每一次的撒网都一定捕到鱼吗？无一定嘛。传福音毋是相共款，讲该付出代价，敢有伊的风险？敢有？你有当时出去传福音，可能你通感动1、2个人，你来教会。总是有当时可能。规工出去，大家人拢在你安那拒绝，敢有可能？大家人拢在你拒绝。讨海人的网压落去，讲大家转来修正，边要坚固，敢有需要？敢有需要补破网？啊，若无补破网压落去，掠偌济就安那流偌济嘛。咱的性命嘛相共款呢。咱是用性命出去传福音的时。咱生命本身若是有软弱、有相处、有破口的时，咱检视带转来到上帝面头前，通过灵修、祈祷、读经，互咱的生命得到坚固、得到更新、得到改变。咱靠法度得出去传福音，咱靠法度来吸引人来接近咱、亲近咱，对咱你来到一教会，咱就亲像迄张希望相共款。
咱无先修正咱家己，检查咱带偌济人入来，倒来咧，就走偌济人出去。耶稣是家己所传的福音，爱人随时马上就通过悔改，降服伫上帝官兵下面。耶稣通过伊呼召这4位讨海人，要互人看起讲，啥物货，或者马上降服，将主权交予上帝，来表达对上帝的忠心。耶稣呼召讨海人，是要互人对这段经文内底了解讲，传福音敢有需要付出代价？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敢有风险？敢有需要面对真侪挑战？需要。总是耶稣要大人讲，过去讨海人是海面所掠到的鱼，掠起来毋是正去，无就是卖去，对无？总是你去灵群通过福音所得到的人，要成做啥物货？敢会成做咱的兄弟姊妹？上重要的是，你所得到的人，当伊开始跟对耶稣的时阵，是要成做咱的同工啦。想要成做咱的同工，不只是兄弟姊妹，要成做同工。头壳牧师有讲过，马可这位作者敢有描写耶稣甲这4位讨海人有啥物对话？无嘛。不过牧师本身就是白目性，我看圣经就是家己倒一寡台词进去。咱会当想象嘛，若是耶稣徛伫岸边，彼得甲因弟弟安德烈一下掠鱼，耶稣大声讲：时机到啊，就是现在，来，赶紧顺服伫上帝主权下面，来跟对我，我要互恁得到人，得到鱼。若彼得甲安德烈一尊顶讲：哦，耶稣真好哦，你传的福音真好，真正诶，爱互上帝主权是限制世界，爱互上帝主权是限制人的身躯顶，互每一个人将主权摕互上帝。但是先莫呼召我，耶稣加油，上帝国交互你啊，你去传就好。先莫呼召我。恁感觉安怎？跟耶稣说加油！上帝国的福音交给你喽，拜托你让每个人主权交给上帝哦。我要继续抓鱼，敢有矛盾？敢有真大的冲突？耶稣所传的福音以及伊的呼召，真迫切，嘛真彻底。不过，牧师要直接甲咱讲的是，咱每一摆看这段经文，看到这4位讨海人将一切放落来跟对耶稣，咱来想这个呼召的课题的时阵，咱往往拢会联想到讲，所以呼召就是爱献身、读圣经、做牧师咯。无一定是安尼。这段经文只是要强调讲，耶稣对咱的呼召有偌彻底。有偌迫切，并毋是要甲咱讲，你即马会当开始卖做工课，将你的工课辞职，厝内底人放了，毋免顾，毋免饲囡仔，毋免饲，你就献身去读圣经做牧师。这段经文毋是只甲咱讲这段经文是要通过耶稣呼召讨海人，互咱反省，到底咱敢有将性命的主权交予上帝无？到底上帝主权敢有实现伫咱的身躯顶无？上帝呼召咱爱咱去传福音，去传，总是咱身躯边的人，咱厝内底的人，刚来到教会认捌耶稣做礼拜。上帝呼召咱来跟对伊，来做事工。总是咱来到教会，看到真侪事工的欠缺，你敢愿意去补足？上帝呼召咱来跟对主耶稣，耶稣要互咱的性命得到改变。总是咱的性命刚一定改变到，互人愿意亲近。咱的性命刚改变到吸引人，想要来认捌这个福音，
明白耶稣。通过这段经文，互咱看去，咱甲这4位讨海人比起来，到底咱放了偌济？到底咱改变偌济？到底咱有偌济新的开始？开始这段经文要互咱思考的课题。我们放下多少？我们舍弃多少？我们改变多少？我们得到多少新的开始？得到偌济新的开始？开始这段经文要互咱思考的课题。咱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通过今仔日这段经文，你互阮看去，耶稣呼召这4位讨海人，这4位讨鱼的，伊并无讲恁莫得继续掠鱼，因继续是讨鱼的，总是因新的工课，毋是出海，是要激励灵魂来得着人。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无看轻过去你所收束予阮的恩赐，无看轻现在你所设立予阮的位置，不管是一公司，也是各种的工课的这个环境。主上帝，求你无予阮看轻，因为你要继续通过这个恩赐使用阮，你要通过这个恩赐，要予阮得到新的改变。要予阮有新的得着，总是主上帝，恳求你的神嘛帮助阮，真正予阮将生命的主权交予上帝，予阮生命真正得到改变，予阮生命真正得到更新，真正会当来吸引人，予人愿意亲近。因为阮的生命本身就是福音，阮的生命就亲像迄张希望小共款，要来吸引人进来到一教会。来认捌你，愿主你的神用安尼来帮助阮，愿主你的神常常提醒阮主耶稣对阮的呼召。主啊，安尼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回应，圣诗第646首，圣诗64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起立吟全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用真理前路，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求主耶稣施给保护，我求主耶稣基督。全灵成就世界保护，我的真心随你而行，你大是阮亲像无论拄着艰苦，也是行。也是山顶，光主你的保护，我会求主耶稣基督，
全能成就世界无，我的真心随你而行。你大是阮亲像无，我甲春秋朋友耶稣。我行天路途祝福，世间好拢无听着，主爱求主耶稣基督，全面成就世界无。我爱真心随你而行，我是阮亲像啊，求主上照顾，受属圣心互是帮助。是受款式，真是拢伫主保。我会求主耶稣基督，全能成就世界无。我爱真心随你而行。我是阮亲像无，兄姐请坐，这是咱来奉献，请李正义执事、黄传俊执事来书献。谢师你也头一遍来到教会，无明白奉献意义的，请你免奉献无要紧。请起立吟奉的诗。
伫报告的大声，请咱来读今日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来读2遍。日期满啦，上帝的国君啊，恁着反悔来信福音。马可福音第1章15节，请。上帝的国君啊，恁着反悔来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5节。日期满啦，上帝的国君啊，恁着反悔来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5节。请咱先开周报第1页。中秋的聚会，甲下周的侍奉人员，请咱家己来看，来注意咱的服侍的时间。第2页，周间团契的聚会的内容，请咱家己来看。下面有教育部的课程，甲主日学的聚会，欢迎咱兄姐踊跃来参与。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原则上是每礼拜3暗时8点，嘛有拜日的。请咱注意，咱就近这小组来参与。第4页、第5页、甲第6页是有关咱教会小组的代祷的事项，请咱关心旨意来代祷。请掀开第7页，奉献的明细，请兄姐咱家己来看。设施有错误的，请向办公室干事来登记。第8页，消息的报告。本主日是新德中会宣教的主日，请为新德中会宣教的事工。这事工的内容，咱会当摕这张咱的这个说明书会当来看有关事工的内容是有3点第3点的所在，宣教基金的目的的用途有3点。头1点是要开拓教会，第2点是要扶持小型的教会，第3点是要建档的贷款的部分。第4点是有关宣教甲教育的事工，所以这是咱新德中会今年度、本年度的这个宣教的事工。宣教的部分是用人口的奉献的方式，会友奉献方式是每口每月日100块，咱教会的目标是200口。这个奉献的方式有2种，头1种会当用咱本会这个奉献底下的这个背面。后礼拜，咱财务部会甲这顶头写一个叫做“族中宣教”，族中宣教就是为着咱这个宣教的事工。设施比如讲，像我厝的有3口，3口就3口乘以100，就300。每月日就是按月来奉献的方式，这是按月的方式另外第2个部分就是新德中会有互咱的这个奉献地，这是年度一遍的。奉献的方式，比如讲1口1口1个月是100块，所以年度1口就是1200块，这是年度的奉献。咱用去看咱的方便，是要用每月日，还是一次年度的奉献的方式？这做一个说明。第2点，第4场礼拜后要接续要开合作社的社员大会，主日爱餐暂停，由合作社提供便当。小数也毋是社员，利息的时，一人会当领1份便当。社员的部分，请踊跃出席，有准备纪念品。第3点，下午5点半到3点半，伫705会议室，教育部主办信仰讲座，邀请林西亚牧师来主讲。第2幕是活出美好的团契，第1部分，后礼拜有第2个部分欢迎兄姐踊跃来参加。共同来造就。伫遮补充报告一项，1月份中执会开会时有讨论到，有报告到，咱顶年度开始伫咱的4楼的门口有这个刷卡这个系统伫遮爱来补充说明这个使用的目的。有一个兄姐讲，哇，我来教会就爱搁安尼点名做记号毋是安尼啦伫遮做一下说明。这个公用目的是头一项要互会友。更加彼此来认捌，有当时咱久久来到教会知影这个人，但是都毋知伊叫什么名，向叫袂出伊的名这真歹势。所以这个目的，就是要互咱彼此更加过来熟悉。第2点的功能就是这个落实关怀系统，因为咱即摆会友
不管是在职职在，也是讲出外的部分，加的拢总有600名。有当时咱会去疏忽着讲无来的会友到底因是有啥物款的困难啊，还是病痛啦？当然，平常时咱有落实伫关怀啦，要为着更加落实关怀系统，要来督促牧师、长职也是区长过来更加关怀咱的会友。所以伫遮要邀请咱会友在座会友，后礼拜开始咱会去摕名牌去这路卡了后迅速甲挂喺咱的身躯彼此会当熟悉。伫交易人阵啊，咱更加彼此来更加熟悉，嘛用咧，互这个关怀系统更加来落实，这是补充报告部分。下主日1月28日中昼12点，要伫701会议室要召开关怀部的部会，请部员出席参加。下主日1点30分到3点半，要伫705会议室。教育部主讲的这个信仰讲座，拄啊就是林西亚牧师所讲的第二堂的这个讲座的部分。教会消息，第一点，活泼的方式，人物具约新约圣经的邮装这已经开始报名，有2个时间，头一场是3月23拜六，这是旧约；第二场是3月17拜六新约欢迎兄弟来踊跃来报名。这第2点甲第6点虽然有刊登过，但是嘛我简单做一个报告。第2点的部分就是通教会，咱本会有征求总务干事1名，你也了有把这个文书处理有意向的，请你准备这个简历自传，用甲6楼来交互办公室，来欢迎会当来共同来咱参与咱教会的事工。第3点到第6点是教育部社区教育委员会所举办的种种的活动，有社区妈妈合唱团、社区的斗球社、社区的舞蹈班，还有社区的花艺班。欢迎兄弟用去看公布啦，踊跃来参与报名。教会消息，第9页，新竹中华的上年部土耳其探索之旅，时间是5月21日，费用甲有关报名是4连结具体消息，主来潘明德兄弟1月14日蒙主文调，并已经伫昨昏1月20完成个别礼拜。家属要感谢教会牧师、长职、兄弟姊妹的协助、安慰甲带导，互个别节一切会当顺利毋知伊家族今日有来无好。第2点，明地长老教会乌添财务长老伫1月18日蒙主文调，请为作带导关心。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会愈来愈减少这个补充报告这个动作啦会越来越减少啦因为未来书咧的报告会愈来愈详细安尼。上主要牧师要来一只强调呼吁，今仔日下晡1点半到3点半的这个团契学习成长，我一只鼓舞咱做来参加。嘛亲像安尼，未来我嘛无得一只强调呼吁恁较后要参加，是师会有报告咱就安尼受到邀请，安尼来参加。倒来就是讲第9点，咱看到即个具体消息。民子长老教会的乌添在长老，可能这位兄弟咱毋是讲介熟悉，总是伊私底下甲咱教会其他的集体有真接触，有真密切的这个连结顶礼拜牧师嘛甲一寡长老去到伊的厝内底，为伊比即个举办即个家庭礼拜，新居的礼拜，算讲有甲咱教会有连结，所以一只刊登周报，互咱大家来知影安尼。以上一只来补充报告。这时咱来上映向西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上映煞请牧师祝祷。
请起立吟全首。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教我过步，假使我仍欠卑是正，赞我愿意遵守你诫命，予我伫愿中做肯定，对做心是美好，这是我一生的愿望。咱做来了是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帮助阮，来军队主耶稣，将生命的主权交予上帝，甲耶稣做伙来行这条永远活的道路，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也这请坐，祝歌。电角袂倒。
平安礼，这时请咱起立来彼此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